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初见，或许好久不见，一点灵犀惊动尘缘。再见，为何心生怀念，发生在为你落泪之间。两全美景爱火焰，深水同你看，姹紫嫣红开有限，血般血透过情眼，淘尽酒自言，再续锦缘。最不忍忘川，并非长夜，而是破晓前好梦一瞬间。最不能忘却，并非流年，而是回眸的云烟。最不想留恋，并非人间，而是遇见你，划分这世界。最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待付的长远。这一集呀，原来是有套路的。唉，好了吗 Hello， 同学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校园电视台学长学姐帮帮忙节目，我是今年大一的新生小桃。新学年开始啦，1年1度的社团招新也将在今天开始，欢迎同学们踊跃报名。接下来按照惯例，我们要请学长学姐帮帮忙，看看他们有什么要对学弟学妹们说的。咱们走。学姐，请问你有什么要对学弟学妹们说的吗？好了，好。第一，永远不要把期末作业留在最后一天。第二，千万不要以为开卷考试就能在书上找到答案哦。第三，学长是我们的，学弟也是我们的。谢谢学姐。来，我们再看下一位。高中里谈的，别急着分手，因为大学里会更臭。哦，看来这位学长很有经验嘛。走，咱们再看下一位。那个，如果有暗恋的人，一定要表白哦，万一他眼瞎就看上你了呢？谢谢学姐的分享。来，咱们再看最后一位。学长，来，请说一些。学弟们，来，别看狼多肉少，学长其实也挺好。这是我的微信，非诚勿扰，非诚勿扰。姐，本节目没有相亲环节。哎 ，WiFi 断了。那你先检查。汪兰，我刚才醒过来就发现你不在寝室里了，你干嘛去了？哦，没什么，就是中午的时候在咖啡厅撞上了苗里。我看见他手上有一块月牙形的伤疤，那个疤跟我以前一个朋友身上的很像。你以前认识的朋友啊？以前认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，在福利院认识的。福利院？我一直没有告诉你，我5岁的时候，父母因为车祸去世了。我在福利院待过一段时间，
福利院里有一个小哥哥，他一直特别的照顾我，是他陪我度过了那段最无助的日子。对于那时的我来说，他是朋友，是亲人，是我唯一会笑的理由。可是后来我被妈妈的朋友给领养了，就离开了福利院，也跟他失去了联系。你是说你怀疑那个苗里就是他？我不仅看到他身上有那块伤疤，他还有一个跟我一模一样的吊坠。这个吊坠不可能别人还有，肯定是他。那你问他了吗？他有什么反应啊？他把我给骂出来了。骂出来了？他以为我偷看他洗澡，然后他就把我骂了。你偷看他洗澡？嘘，你小点声，不许再提这事儿了。我该怎么办呀？偷拍一张他的照片，给福利院的院长看一下。喂，小桃，你在哪儿呢？那个我在食堂呢。对。天哪，白痴啊！苗学长，这里有人吗？有人。没关系，真巧。如果你不是坐在这边，而是坐在那边的话，就会很不巧。苗校长，你也喜欢吃甜食啊？我们俩这算不打不相识。哦，对了，苗校长，还没有问你是哪儿人呢？没准我们俩是老乡呢。你也是桃园的人吧？你到底想要说什么？没什么，就随便聊聊。学妹请教学长，学长别不耐烦。我吃饭的时候不喜欢讲话。我刚才给你打电话，你怎么不接呀？你们都聊什么呀？小桃，你下午有安排吗？啊？陪我去个地方。同学们注意了啊！排好队，排好队，排好队，别挤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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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秋秋，你快进去歇着吧，这边有我呢，把你累坏了，我心疼你。怎么又那么多凑热闹？全部都是对苗里图谋不轨的人。苗里呢？我怎么没看到他人？哎，招新这种事儿，他苗大少怎么可能会来？行了，都别挤了，报了名又不代表就能考上。再说了，基建社后面还有很严格的考核，靠不过一样做人。所以呢，我劝你们当中那些心怀不轨、别有目的的人，该干嘛干嘛去，不要在这儿瞎捣乱了，行吗？我们的目的很单纯，就是为了苗学长。就算被刷下来，只要能看到苗学长一眼就够了。苗学长，我的爱，苗学长，别喊了，排好队，喊什么喊呀？哎，听不懂人话是吧？苗学长，我的爱，苗学长，我的爱，苗学长，我的爱，苗学长，我的爱。哇塞！你不是学太极剑的吗？
来基建社干嘛？想要接近调查苗里呀，加入基建社最直接。对啊，知己知彼，才能百战不殆嘛。冲，走！我报名。哎，你不是练太极剑的吗？你跑到机械社来干嘛呀？有限制条件吗？学姐，你站得那么高，当心角度哦。别挤了，别挤了！你看，这个做的是那么精致。记得你又欠我一回。你干嘛？熄灯。苏学姐你好，我是校园电视台的小桃。怎么了？是这样的，马上就要到今年的跨校联谊赛了，我们社里想出一期基建社的专访，我想找你商量一下采访的事情。来，走，走。学长，对不起。哎，你觉得这样有意思吗？我就是想问一下，你还记不记得我？记得你？你真的没印象了吗？我们以前是好朋友啊，我还记得你手上的那块伤疤，是因为小时候我们两个荡秋千的时候，你为了保护我，你还记得吗？我当然记得，我记忆力没有那么差。我就说嘛，你干嘛装作不认识我呀？我记得开学第一天你就留言砸我车，接着泼了我一身酒，然后又溜进寝室偷看我洗澡。今天中午在食堂又偷拍我的照片。说真的，我们已经认识很多次了，所以看在我们那么熟的份上，我拜托你离我远一点。学长，那些都是意外。哦，对，意外。你是不是出过车祸或者受过外伤啊？伤到过脑子的那种？你失忆过吗？我觉得你应该去蒲山路247号看一下。什么？小桃，你怎么醒了？我去上厕所吵到你了。没什么，我做了一个梦。什么样的梦啊？从小到大一直做的一个梦，一个男的跳崖。你说一个大男人有什么过不去的，非得跳崖呀？什么样的男的？看不清楚脸，说话也听不见，碰也碰不到，但是感觉是认识的人。汪兰，你有没有一种感觉，两个素未谋面的人，却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？这种感觉既熟悉又陌生啊。有啊，我感觉跟你就挺熟悉的，但是又有点陌生。哦，可能我最近电视剧看太多了。我先睡了。
袁大少，姗姗来迟啊，不跟粉丝说几句啊？林社长，你说呗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本社社长朱良辰。首先欢迎大家报名击剑社。击剑是起源于古代决斗的一项激烈运动，它所代表的是一种骑士精神。既然是团队，咱们就要讲究团队纪律。那些心里只有自己的，没有大家的人，我坚决不欢迎，请大家牢记。下面，请苗里学长讲几句吧。欢迎大家来到击剑社。哦，好了，同学们，按照击剑社的招新惯例呢，入社之前要进行统一的考核检测，成绩合格的人才能成为正式成员。考核以5个人为一组，自由组合，每组都会有一位学长负责。好了，开始吧。来，同学们，我们先站起来，在后边集合，咱们5个人分一组。哎，苗里，你要带队在那边啊。哎，我说苗里，招新你不来，考核你也不管，你说你还算咱社的一员吗？喝口水。喝水。千万别是他考核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千万别过来！来，活动一下，一会儿别晚了啊。考核开始，要做标准啊10、11、12，最后一个13。OK， 下一个13。喂，你干嘛老是13？刚才那2个呢？你卡带了呀？你姿势不标准，继续做。13。点儿，跳快点儿。哦。下一个。下一个。开始。抬手。做标准了啊！用力，用力。抬。用力，用力。好了，名单都在这儿，你们自己看吧。你想哪儿去？你凭什么不给我过？你自己看啊。我怎么就体能差了呀？往返跑来回跑3次就差7。好了，以后的社团活动呢，请大家不要无故缺席。今天就到这儿，你解散了。苗学长，咱们俩聊聊。你想哪儿去？对了，咖啡馆钱还给你。我不是来找你要钱的，我知道昨天的事儿，你对我有看法，但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啊？咱俩不能江湖一笑泯恩仇嘛。而且你干嘛非要这么针对我呀？我没有针对你。还说没有针对我？我都说了是误会了。哎，不论是我攀到你那里，还是跑到男生宿舍，我都不是故意的呀。汪兰同学，我跟你又不熟，我为什么耗费精力来对付你呢？什么？又被刷下来了？可不是啊，那个苗里啊，嫌我体能差，他瞎呀！我们汪兰可是女汉子中的战斗机，可不是。什么呀？我哪是？那要怎么办呢？最后一条路都被堵死了。唉，
我也不知道呀。小姐又想做什么妖啊？你看了那段视频了吗？有啊，那个什么汪兰是谁呀？这么猛，挑战我们苗大神。嘘，小声点儿，事主在前面呢。喂，苗大神，接受挑战，你敢不敢？喂，苗大神，接受挑战，你敢不敢？不然咱们别跑了吧？不行，我一定要证明给他看。啊！我不想贴，我不敢贴，我贴。你没事吧？哎，差1公里，做替补吧。真的？耶！不要！
着一小片梦境和壮阔的心，擦肩而过几个背影，也路过几处风景，走啊走啊曾经，走啊走啊不停。你要在静谧森林，在喧嚣人群，收集着话语繁星，也细数叹息。谁的10岁不年轻，事业的荒唐的当你远行，空荡的行囊里藏下我姓名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远方，是远方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流浪，在流浪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弯弯行。天光短，人生长，常相望，常相望，走过的，留下的，是故乡，是故乡，路中央，梦中央，在守望，在守望，挥别的，等待的，前路